无开始可能占用大家食饭的时间。我叫做张祖玲，我是婚姻直上即个白种野台语教学系的主要的作者。嘛是有阮婚姻直上足侪人拢会斗相共阮的即个制作的即个内容。我嘛是头拄仔有开讲到的，就是我是台湾台语乐协会拜二共学团的真一人的调一人。今仔日非常的感谢台婚姻台语文社的邀请，嘛感谢因为婚姻直上的跩友谊，互我支持，所以今仔日会当有即个会议来分享。阮婚姻直上咧，即个白种也是一个拄成立无偌久，分享婚姻大细项代志的一个白种也。阮主要内容咧，我等下嘛会讲到，阮有做啥人的即个正长点心的分享。嘛有一寡人文的故事，也是分享好耍的所在。阮就是想要甲即个婚姻的水分享，互佫较侪人知影。婚姻直上的意思咧，就是阮想要互大家婚姻上醒的即个消息，佮有阮的观察，直接送到你的心内。今仔日的大纲咧，我会分做4段。第一个就是我是谁，第二个就是婚姻直上的介绍。第三个咧是我今仔日互大家一个 bonus， 嘛是甲婚姻直上最后会有关系。佮有第四个就是我家己一个观察，就是我的北港腔安尼。好，首先呢，我是谁？我先互大家看一个影片，敢若15秒尔。啥？敢有？安尼。南腔北调，拢嘛无相共。你是谁？你是台北人。你是谁？你的婚姻人。你是谁？你是彰化人。你是谁？在下古早人。咱听到这就好。好，头拄大家敢有听到婚姻人是安怎问诶？敢有？头拄大家敢有听到影片？你是谁？对，我毋对，阮拢是讲你是谁，因为其实我即摆是住伫台北我若是讲我是谁的时阵，大家拢会感觉讲，你到底是倒掠来的？哪会是我是谁？但是若是讲我是伫阮厝内遐讲，因拢会感觉做正常的无啥物问题。所以这就是阮遐做一个做特别的腔口。我等下嘛会甲我就是对学台文了后，我对阮北港腔的一个观察的轨迹，互大家了解。过来咧，我是谁咧？我就是北港人，我有北港腔，但是咧，其实若是大家听到后壁，就会发现讲我的北港腔有淡薄仔无去所以我嘛一直咧想办法要甲我的北港腔捡倒来。过来就是我其实是土木研究所毕业的，甲即摆做的代志敢若无啥物关系。但是为虾米我迄个时阵会读土木咧？就是因为我感觉土木工程就会当帮助到真侪人。就是即个工程的工课，像咱有桥，咱有捷运，咱有火车，这拢是土木工程的一部分。我即摆是当咧请厝内顾囡仔的全职的妈妈。因为今仔日咧，咱是应即个婚姻台语文社的邀请，所以我会讲较济我甲台语关系，佮有婚姻甲台语有关系甲趣味的代志。好。过来，我先介绍一个为虾米我的台语意识会启蒙咧？我是虾米时阵去互雷公讲着的？第一项代志咧，就是伫咧2018年，已经是8年前的代志啊。迄个时阵咧，我甲阮翁去参加一个世贸的册展，伫迄内面有一个牌伊就是讲着台语是咱的母语即件代志。但是迄个时阵，我看甲真感动嘛，看甲目眶红红，但是我无任何行动。我敢若就是敢若有一粒种子放伫我的心内安尼，但是还袂满意。后来是2020年的时阵，阮翁伊去报名迄个台文课，我嘛真支持伊去。伊咧上的过程当中嘛，互我足侪刺激的。
我嘛是为迄个时阵开始，伊就问我讲，安尼咱敢要开始用台语来对话？因为伫咧这进前，阮两个嘛是完全华语生活诶，就是伫咧大学熟识了后嘛是拢是用华语咧讲话，就是中语咧讲话。但是为迄个时阵开始，阮就决定用台语讲话。阮有共识了后，其实阮甲台语捡转来诶速度足紧诶。一开始阮当然是有足侪事袂晓讲诶，因为虽然我是婚姻大汉诶，但是阮即end呢，伫咧读册诶时阵，全部拢是华语诶教育，而且阮诶爸母即end呢，其实华语嘛拢已经讲甲真好啊，所以因无迄种会用台语全台语甲你讲话诶机会。所以厝内会当甲你讲全台语，虽然是伫婚姻，嘛是干若剩阿公阿嬷尔，甲你讲全台语诶。而且我迄个时阵细汉，我拢会代表阮诶学校去参加国语比赛，国语是英号龙头比赛、演讲比赛，所以专门咧训练支持诗日。所以我细汉诶时阵，拢会定定去互阮阿母笑讲，我哪会是你即个外省诶，哪会讲话讲甲安尼？所以我细汉出门诶时阵，拢会真自然甲别人讲，我诶台语真无练得，我嘛无自信开喙讲台语。对，但是咧，阮翁迄个时阵，伊开始上台文课了后，阮才知影台语诶资源有一大堆，敢若今日无咧看尔。迄个时阵，我才发现其实我是有才调讲台语诶，只是我细汉诶时阵，我无迄个环境会当学习，嘛无法度练习。但是其实你讲一个语言，就亲像你学世界诶语言共款，拢是爱一直练习，而且有环境互你一直咧练习诶。后来咧，我嘛缀阮翁诶骹步，我伫咧2023年诶时阵去报名陈鸿辉老师诶台文课，真推荐大家。因为老师伊一开始诶时阵会先讲为虾米咱台语即摆会现状是安尼，就是国语政策诶影响对咱有偌大，对。阁有国语政策对咱诶影响迄个时阵，大家拢会国语政策，就是互咱感觉讲台语真无水准嘛。阮嘛定定甲我讲过一件代志，就是讲伊细汉诶时阵讲台语，就是会去互罚钱，无就是一个甲你挂交牌啊。所以伊就是要经过即个政策诶手段，要互你家己台湾人毋敢讲家己诶语言。所以，互你看袂起家己，感觉家己诶文化是一个无水准诶文化安尼，互你骗收家己，甲台语当作是咧笑亏共款咧看。所以，迄个时阵我才了解到，我袂晓讲台语，毋是我诶问题，是迄个私密维权诶政府造成诶。所以，阮理解即个理路了后。阮伫咧2023年诶时阵办婚礼，阮两个人着家己主持，我甲阮翁着用全台语来主持，嘛互阮诶亲友知影讲，阮想要甲台语捡转来诶即个决心。2024年诶时阵7月是阮查某囝出世诶时阵，迄个时阵阮才惊觉着一件代志，就是敢若阮两个讲台语是无够诶，阮厝内诶人讲台语嘛无够，就是阮需要搁较侪人甲阮做伙讲台语，阮一直找伴甲阮边仔找阮诶支持安尼。因为其实伫台湾咧讲台湾话，就是亲像异乡人共款。你讲台湾话，但是你出去讲，抑是你去买物件讲，大家拢会感觉讲，你为虾米要用台语甲我讲？有一寡人是甚至是讲，你莫甲我讲台语安尼。所以即个处境是就悲哀诶代志。所以加在阮是伫咧年底12月诶时阵，找着台语农剧合团，真正是足幸运诶。因为即阵人诶力量甲阮足相共诶，所以阮伫遮就是感觉足安心诶，嘛感觉足有力量诶，而且阁有足拼生诶人甲阮做伙咧行即条足无简单诶路。所以拄好我嘛是伫咧剧合团诶群组内面分享，互现甲医师看到，才有今仔日诶即场分享。即摆我来介绍一个阮诶婚姻日常，麦种也是咧创啥物咧？阮即个麦种也是啥人创诶咧？
就是一阵就疼惜婚礼的人，关心婚礼的人。阮有13个人，内面呢大部分拢是上班族，搁有2个是全职的阿母的，其中一个就是我。阮拢是无领钱的志工，但是阮拢感觉做即件代志是足欢喜的。阮袂种嘢的方向，就是阮会介绍婚礼的新闻、趣味代，包括大细项代志，亲像讲，若是从台北来，爱紧来做准备，尤其是咱迄个我海边的跩乡亲，搁有阮嘛会介绍一寡热闹的活动，亲像今年的即个婚礼卤肉饭的冠军是谁呢？就伫阮的名册内面拢有介绍。阮嘛会收集每个月各乡镇的即热闹活动，就是要互大家知影讲，婚礼其实有足侪所在会当去，足侪所在会当佚佗，一点仔嘛袂无聊。搁来一个最重要的部分，就是阮拢会追踪在地的议题，因为婚礼是一个农业县，所以亲像足侪农产，是讲进前发生即个南洋节啊，就是环台湾调的即个事件，搁有非洲猪灾等等的跩的新闻，阮拢有咧追踪，而且甲大家报即个上新的消息是安怎。搁有阮发现着讲，网络若是有一寡假消息，亲像是有人会假做是婚礼农会的产品来卖，但是迄拢是假的，因为你一点落去，迄个网站就是真奇怪，嘛有简体的网站，所以阮就是特别甲民众澄清，搁有提供正确的资讯互伊，因为阮认为讲这是真正最重要的代志。第4项就是较趣味的，阮拢会分享一寡好食物啊，搁有就是我主要负责的台语教学互大家。这就是阮做的即个卤肉饭即个冠军地图。搁来就是12月的时阵，你看婚礼就遮尔济活动，对。搁来即张就是我头拄讲到的，阮会甲即个假的消息甲真的消息做一个区别，互大家知影。搁来，阮的目标是啥物呢？阮的目标的对象是婚礼的乡亲，搁有住伫婚礼的人，就包括像即个林医师，恁即马嘛拢伫咧婚礼，所以恁嘛是阮的受众之一。安尼，阮的目标第一个咧，就是想要建立阮甲民众信任的关系，因为阮想要提供一寡正确的消息互因知影，嘛分享一寡趣味的代志，所以会当互因搁较介意来看阮的文章。第二点咧，就是婚礼咧，虽然无亲像大城市遐尼方便，但是伊足水的所在，伊有足水的所在。我定定伫咧，我即马住台北嘛，所以我定定拢会做笑念讲婚礼的日头光啊，婚礼的风啊，是婚礼的气味。有时仔是稻仔香，有时仔是甘蔗香，甘蔗香，搁有青冷冷的即个色水，想起来拢会感觉目眶红红安尼。第3个咧，就是阮真拍拼咧追踪即个在地议题，就是用上简单的方式，就是做一寡图卡，也是用简单的文字甲写互大家知影，就是希望大家会当搁较关心咱故乡发生的代志。其实遮个代志咧，对大家影响嘛拢真大。亲像阮嘛有分享即个苏丹红啊，也是讲鸡卵验出即个粉粉尿的即个议题。即个成分，阮是想讲咧，阮即群人的力量，其实就是一个公平的力量。阮希望讲，即个力量会当一直传传落去。好，过来咧，大家敢有啥物问题？无咱最后才一个 Q&A 时间问好。过来我就是要分享我即个台语教学阮的经题是啥物？第一个咧，就是婚礼的物产，像我之前。阮已经有做过，就是蒜头甲土豆，搁有第2项是当时行的议题。阮之前有做过，就是烟笔超人，就是花莲即个大家拢去花莲做烟笔超人即件代志。第2个就是 Twice 来台湾开演唱会的代志。第3个重要的消息就亲像咱9月的时阵，还搁咧发生风台。
所以就特别介绍爱请大家乡亲注意。第四件代志就是咱婚礼有啥物趣味诶物件，就分享互大家。就之前有分享过，就是手切茶，就是切仔茶，还佫有即个海饮。好，安尼我即马就是想要邀请大家做伙来甲我看两集台语教室诶内容。我有选两集，就是大家若是之前有看过，就陪阮佫看一届安尼。好，敢看会着？婚林第大家敢看会着？会使哦，会使哦。好。上台语教室第二课，杨碧超林9月23号，花莲马太安溪的房山湖溢大水，台湾各地之间杨碧野咧，雨的拢咧，就去灾区甲人斗清两个月，这正正是上水的台湾精神。来到现场，大机细机的工具拢总举出来，尖头盐笔、细头盐笔、刷白、白骨、土本签、猪头、枪仔、土仔、卡仔，大支拢有用会到的所在。刷落来，雨的拢咧，就免惊撩落去。咱讲雨的，北部的人会讲遐讲、下讲。看到遮尔济的盐笔超人，诚心来斗相共，希望灾区会当较早复原。盐笔超人，感谢恁。哦，大家看了啊，就是其实毋知大家有发现讲，内面的腔口就是我特别用北港腔讲诶。头拄嘛有讲着，其实我诶北港腔又会出来出婚啉了后，你就会互足济强势腔影响。但是咧，因为我有学台文了后，我就有整理出原来阮北港腔诶规则是啥物，所以就会特别斟酌家己到底是有讲北港腔无，就是要一定爱甲阮即个北港腔留落去安尼。所以咧，内面诶第二条甲第八条，我伫咧写稿诶时阵，拢爱特别搁甲伊考起来，提醒家己爱念即个北港腔。头拄大家敢有看着讲内面其实有足济画面，就是阮婚礼日上即个有志因特别因真正就是因嘛是鉛笔超人，所以因到花莲去，伫花莲遐拍影片，转来做阮诶素材，所以真感谢大家诶即个拍拼。抑阁有阮厝内诶人，就是头拄出现诶迄家师，就是阮老爸老母因去，阁有弟弟因去甲阮厝内即个家师抓出来，一张一张翕相互我，才会当做即个影片出来互大家，所以特别感谢因。过来咱来看即个第7课土豆即个影片，伊是一个挑战，大家等下嘛会当挑战看觅，你会当家己伫影幕后壁细细念袂要紧。婚林第上台语教室第7课，土豆。拖藤拖横拖藤拖藤拖横拖横拖横拖藤。拖零拖藤拖零拖横拖零拖藤拖藤拖藤。拖藤拖横拖零拖刀拖横拖藤拖刀拖横。拖藤拖刀拖零拖藤拖零拖刀拖刀横拖刀横。拖零拖刀拖横拖刀拖藤拖刀零拖刀藤拖刀藤。换你试看觅。原来我头拄拢无换即个段页无。好，敢有人想要试看觅？叫无因兜，敢有？我来看觅。好，来试看觅。来，这厉害。刚刚进的是你吗？好，今暗要试是吧？有困难吗？你才讲较紧，敢是你？
即安尼你爱离麦克较近诶哦，才会较明，较清楚。好，毋过阮爱有图才有法度讲。好，安尼我准备要放哦，恁先准备。好，好 ，OK，啊，准备。婚林直送台语教室第7课：土豆。太可以哦。 2、1。拖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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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拖零，拖藤，拖零，拖藤，拖零，拖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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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拖零，拖到拖横，拖藤，拖到拖横，拖藤，拖到拖零，拖藤，拖零，拖到拖横，拖到横，拖零，拖到拖横，拖到拖横，拖到零，拖到藤，拖到藤。换你试看觅。这个你敢有讲？有困难吗？不要紧，你个练一下，因为伊嘛练出侪届诶。啊，这是讲较紧，敢是你？啊？你敢有讲较紧？有啊。拄则迄就是阿姨诶事。对哦，头拄迄就是阿姨诶声。好，安尼大家会当家己试看觅。好，为虾米咧？为虾米咱要用台语来讲？为虾米即件代志遮尔重要？其实我有写三个即个主题。第一个就是讲，咱咧做诶代志，就是一个语言转移真理。对，你做共诶。因为咧，其实咱即马敢若是活伫咧民主时代啊，就是咱会当家己有投票诶机会，咱当家己决定，咱要谁来做咱诶总统，谁来做咱诶立委。但是咧，实际上咱是也活伫咧即个威权诶政策诶体制当中。为虾米咧？因为其实即马咱拢是用中语咧参加考试啊，也是讲出去，大家拢是用中语咧做交流。但是其实伫咧日本时代以前，咱台湾即片土地就是用台语来做咱诶共同语啊。所以毋管你是毋是原本用台语咧讲话诶人，就算你原本是原住民，也是讲你是客人，你嘛是会晓台语。袂讲你讲甲完全真认同，但是你会当用台语甲别人做交流，会当开讲。对，所以伫咧迄个时阵，台湾文化协会虽然讲即个协会内面有足侪成员诶，拢是无共款诶族群，但是因拢是用台语来互相直接诶。所以迄个时阵，台语伊其实有即个共同语诶地位，但是即个地位一直到国民党因来台湾了后，进行国语政策，就差不多无去啊。即个头拄即个共同语有一个。我感觉有一个真好诶例，就是讲，恁敢知影田武宪即个人？田武宪即个人，伊就是写即个雨也花，雨也花诶，即条最有名诶歌诶人。伊是用台语写诶哦，即条歌是台语歌，但是其实田武宪伊是一个客家人，伊是一个客人，所以你就会当知影讲，其实迄个时阵客人因嘛是会晓讲台语，而且因甚至会用台语。来做因创作的即个语言。第二点呢，培养台湾人的意识。为虾米咧？台湾人大家出去的时阵会讲我是台湾人，但是嘛有足侪人感觉讲我是中国人。所以为虾米咱要培养台湾人意识？其实用台语讲嘛是最重要的。为虾米？因为迄个时阵1920年的时阵，台湾人即个概念已经豆豆咧形成啊。就是咱做伙生活伫台湾即块土地，咱食台湾的米，啉台湾的水，咱感觉台湾就是咱的故乡啊。但是即个概念，迄个时阵豆豆生传出即个台湾族的即个概念，但是目前已经消失甲差不多啊。因为国民党政府因即个实名政权来台湾了后，因就是有目标的去。是执行即个文化灭族的即个手段，所以讲因就是要像头拄讲的，伊就是要互你感觉讲家己的话是一个最无水准的，是一个
足见效的代志。所以咱要用台语讲，就是甲台语扣转来，甲台语附进，就是要附进即个台湾族，就是甲咱台湾人搁较勇壮起来。应该台语文社的大家，还佫有共学团的大家拢知影陈雷先生。陈雷先生伊捌讲过一句话，就是讲，王玉德先生。王玉德先生是第一个摕到台语博士的人。伊迄个时阵就认定讲，台语伊甲台湾的人权，佫有台湾的独立运动是有分袂开的关系。所以讲，咱若是用台语讲，其实这是一种反抗意识的展现。咱要反抗谁呢？咱毋若是反抗咱即马，就是拢咧伫咱台湾即块土地作乱的一群人，咱嘛是要反抗中国政权。中国政权就是一直甲即个真明显啊，就是定定甲即个要对咱社会弹等等，佫有诶无诶跩软性诶，是强硬诶即个手段。第三个就是要用台语来团团公平的力量，因为其实每一个人拢会有100年以后，就是讲人若已经过身了后，咱要安怎甲咱想要做的即个运动继续拖落去，就是语言，咱爱靠台语继续讲落去，因为这就是一种公平的力量。所以若是甲台语加入即个公平的力量，这就是变做一个层次搁较悬的民族的一个反抗的运动。好，再来刷落来呢，我就想要请问大家，敢即个问题，就是台语文社的社友应该拢知影，就是台语敢有字？好，我家己回答，就是有台语自早以前就有字啊。除了咱知影讲台语有汉字以外，就是伫咧1885年以前，141冬以前，台南府城遐就有台语的报纸，是用即个白话字写的。搁来要分享即篇，大家会当约看觅讲，即篇是咧讲啥？因为这是用白话字写的，大家若是较对即个台语较熟的时阵，可能会看较慢。有人要试看觅念即个标题是啥？有林秘书，敢要试看觅？攻破大尊。攻破对，无毋对，这就是攻破大尊。这我即摆咧，尊啦，对尊啦，对大尊。对，就是大家想诶伫海内面诶迄个船，攻破大船。这是一个啥物故事咧？我有甲即个我用黄色箍起来即段甲伊写做是，就是用较清楚诶字来写落来，大家会当甲我做伙念。就是我来念互大家听。驶船诶马远时，看袂着，有时船卡着冰山，若像咧着石头，若船咧着石头，煞沉落去到海底。好，敢有人知影这个故事是咧讲啥？应该是咧讲迄个 Titanic 号。是毋是医师大家有看过即篇？对，无毋对。就是咧，即篇就是咧写 Titanic 的故事，就是其实伫咧1912年的时阵，遮尔久以前，台语的报纸就是咧报国际的新闻啊。所以你若是看即个台文的报纸，你就会当知影讲，即摆世界咧发生啥物代志。对，伊就是讲驶船呢，面粉时看袂着，有时你船去卡着冰山。但是你若船是勒着石头，所以你煞沉落去海底啊，安尼，所以真趣味。过来咧，即篇是咧讲啥咧？我想要邀请一个北港人来念看觅，
敢有北港人想要住啊？敢有？好，安尼我先家己来念好啊。好，这篇咧，大家有看到这个标题，就是这个北港妈的新闻。哇，其实伊就是写安尼啦，这个是1886年的时阵的报纸哦，伊就是咧写北港妈的新闻。北港妈的新闻是咧写啥物咧？我搁考一段，就是细段的，要来互大家试念一下。好，大家嘛会当甲我做伙念。这就是讲，嘉义属北港有一间庙，名叫朝天宫，内中有一身泥马，号做天上圣母，是通台湾第一有名声的。好，大家敢听会出来？其实这就是这个就是白话字，伊其实就是一种，伊就是一种字，伊毋是甲大部分人想讲，你就是拼音字母尔。就亲像咱咧看即个英文字的时阵，咱嘛袂讲，迄毋是英文字，尤其是迄就是英文字。但是因为英文字伊就是一种拼音字，所以你会足好读诶，你会足好学诶。这就是为虾米大家世界即摆拢用英语咧做咱交通交流诶一个语言。好，所以咧，其实咧，头拄仔即篇，伊就是足趣味诶，伊就是上早诶婚林特色，因为伊就是一个140当前介绍婚林北港妈诶即个故事。好，最后咧，即摆我要来分享诶，就是我观察到诶即个北港腔，就是每一个所在伊拢有家己独一无二诶腔口。阮即个所在咧，我就是用阮兜即个观察来分析出来诶。我分析出来咧，就阮兜诶腔口，就是北港腔，大部分北港腔伊就是海口腔加上即个南北腔会透南诶结果。好，遮就要请大家来甲我做伙试看觅，就是咱北港腔内面诶海口腔，就是有即个第一个特色，就是第二条变调变甲足悬诶。好，第一个咧，我毋知，若是讲，因为像林秘书你是台北人嘛，对无？敢是？其实我虽然拢住台北，毋过我讲诶嘛毋是台北腔，因为阮爸母拢毋是台北人，所以应该是较南部腔啊。好，了解。对啊，其实应该因为即摆交通足利便诶，所以大家应该拢会互相影响着。好，若是讲我毋是一个北港人，我是一个南部人，好啊。林秘书，你会安怎念即个词？你讲我平常时念是安怎念吼？对。全部使好吧，比较到唱落。第二条变调若是好，你讲伊诶变调？无，我就是讲即个 A， 即个海，即个字，你会念啥？海口腔。海口腔对无？我来分享一下海口腔。阮北港腔就是讲海口腔。你敢听得出来为虾米无共款？其实这我有研究过啦。对，我毋对。第二条诶变调，海口腔诶时阵，伊会变做升悬诶迄种调，就是普通腔变调海变做若像第一条诶海，毋过海口腔就是变做海起哩，就是较悬起哩诶即种声。对，无毋对，因为意思是毋是伫咧婚姻足久诶，所以对大家迄个别人听到诶即个声音拢足熟悉啊。安尼我后一其实婚姻真趣味，婚姻真趣味，就是婚姻其实大概会当分做2种腔到3种腔，就是内部腔、海口腔，北港佫是特殊诶一种腔。因为北港较倚海口啦，婚姻大概是以虎尾做分界，虎尾诶当中是较内部腔，甲可能中华、台中、嘉义、外山诶所在较像，海口是另外一边，两边讲话就无啥共款。真诶，
所以我即马今仔日介绍，我就是徛伫咧，就是算是咧海口甲即个较外山的中间遮，因为其实北港即马嘛无讲算做海口啊，因为较海口的可能就是要到西澳啊、台西啊、袂了迄边啊。啊，阮即马因为迄个沙的累积的关系，所以阮即马北港已经毋是上外海啊，但是嘛是受着海口腔的即个影响足大诶。好，安尼第二个呢，咱会安怎念呢？咱请一个毋是北港人来念看觅好啊，敢有人要自愿？好，无我就叫即个阮翁。阿万要讲，阿万。哦，阿万，请讲。北港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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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港人。哦，OK，多谢阿万，因为阿万是算是台北人，对无？敢是我拢住五股，对，五股。对啊，所以咧，其实大部分的人拢会念北港人，啊，阮就是念北港人。好，过来第三个就是马祖婆，就是阮的第二条全部拢是变较悬的。啊，第四个咧，这是有一摆我甲阮妈咧开讲的时阵，伊特别甲我纠正，就是咱的副总统的名叫做萧美琴。好，这就是阮第二条变调。啊，过来咧是第八条，阮的本调嘛读起来拢甲大家拢无啥共款，就是有人要读看觅无？即个字。毋过即个音，平常即个音也是俗啦，啊，毋过即个罗马字写是俗，较南部腔像讲高雄腔应该是俗，对俗，对俗无毋对啊，像阮就会讲足俗诶，就是足俗安尼。啊，逐个拢听甲，若是毋是北港人，我出去讲，逐个拢感觉做爱笑安尼。啊，第二个即个就是饲，就是你甲物件呢饲落去，阮就是讲饲了。这我要分享一个故事，就是阮翁迄个时阵拄来北港佚佗，就是阮拄交往无偌久，因为阮去参加一个 CPR 的即个练习，啊，伊就去做迄个要去饲迄个安妮的即个示范的人，结果全场的人拢是北港人，伊就一直讲，因逐个拢咧话讲饲了，结果阮翁拢动点，想讲饲了到底是啥物？后来才知影原来是饲了，因是饲了。啊，过来就是即个就是足热诶，啊，第四个就是足好食诶，安尼。好，啊，过来就介绍即个北港腔内面有一个南北腔透南诶变化。第一个咧，就是阮第五条变化，其实是甲北部腔较像诶。就是北港腔，其实因为北港是算伫咧台湾诶中南部诶所在，所以阮主要嘛是南部腔，但是受到北部腔诶影响嘛真大，就是有几啊个所在。第一个就是第五条变调，阮诶变调是甲北部腔共款，是变做第三条。所以第一个咧，就是嘛是阮北港最有名诶一个所在，就叫做母溪。啊，若是讲你是南部腔，你就会讲做母溪，对。啊，第二个，敢有人要试看觅要安怎讲？要无你敢要讲看觅？无伫诶。来，我来啊！你讲过一个，即个 B 第二个，你讲。婚礼观，对，感谢，这是你安吼。婚礼观，
婚姻观对，大家拢会讲婚姻观，但是阮是讲婚姻观，婚姻观，就是第三条变做第五条变做第三条。啊，第三个这是阮婚姻的一个观，婚姻的内面的一个观，伊嘛是第一个字是第五条的，啊变调就变做轮迴。啊，大家平常时可能较常听到的是轮迴，但是阮就是轮迴。啊，第四个嘛是阮的一个乡，叫做哪来。好，我甲来介绍就是，拄则迄个轮迴啊，应该我的印象啦，轮应该是第七条的轮，哦，是哦，三轮的但是轮应该是第七条。第七条轮，但是因为这是我甲阮妈甲，就是阮妈阮爸因确认的。哦，真诶哦，毋过查字典拢是第七条诶。啊，另外一个是牛墟，第一个牛墟，敢真正是牛墟，对，还是因为牛墟？这我甲你讲，这就是阮北港乡一个，我毋知影是做细厝诶，也是做大厝诶。就是我自细汉听着，我嘛甲阮妈确认做一届，就是阮到底是讲母也是牛，因为大部分人就是像字典嘛是写 GU 嘛，GU 第五条嘛。嘿，对对。但是我诶即个身躯内底完全无 GU 即个拼法，我就一直拢是 VU 诶。对，哦，拢是母，所以对食母吧。对，食牛肉。哦，我毋知意思你敢有听过有人是，就是你拄着诶问题。啊，真诶哦，无人讲。阮遮嘛有北港人，我后摆问一下，看伊是毋是安尼讲诶。好好好，你才甲我讲一下。好，啊，即个轮迴，因为华语是轮，所以大家会想讲这可能就是共款就变做轮，但是我正常嘛安尼叫是轮，啊，毋过因为查字典拢是轮，所以变调就是共款啊，变做轮哦，迴。对对，伊原本就是第伊哪会讲七条。三轮？哦，对对对，安尼可能意思你讲诶是对诶，因为我嘛是当做是原本第五条轮，三轮。对对，三轮。OK OK，安尼才我爱修正一下，即原本就是第七条变做第三条诶地。好，啊，即个哪来应该无问题吼，哪来？嘿，这应该无问题。好，多谢意思。好，过来咧，第二个即个北部腔头南来就是阮部分一部分尔，毋是全部部分诶话变做会。好，第一个就是大家可能较听到中细腔，就是讲电火，但是阮就是电火，就是甲北部腔是共款诶。啊，这就是麦啊，但是因为这有即个第八条，所以阮诶音拢会较悬麦啊。啊，第三个就是菜头粿，就是除了有即个第五条变做第三条以外，阁有即个粿变做粿。啊，阁有这是车背，就是我头拄讲，阮因为毋是上海口诶所在，所以我有问讲，若是讲四湖诶人，因会安怎讲即个字？因就会讲车背，就是阮只是部分诶即个话变做 A 尔，啊，因是全部诶话拢变做 A 啊，所以你拢会听到，就是北部腔因拢讲鸡肉，就是咱讲诶鸡肉嘛。啊，伫咧阮诶搁较海口四湖大溪迄边，因嘛是拢安尼讲诶，但是阮干若北港即边干若一半尔。好，过来第三个即个 ENN 变做 INN 诶，就是第一个就是餐衣，啊，过来就是青红丁，啊，过来就是便衣，像呆便衣，啊，这是骹后甜。歹势，我敢若讲甲伤慢啦。啊，过来，所以我加说一个，第四个就是我全部诶发现，就是四个甲北部腔影响诶所在，就是即个 J 阮拢发袂出来，所以阮拢是发下落诶音。
就是像即个大家讲日子，我拢是讲日子，阮拢是讲日子。啊，写字就是写字就变写字。啊，即个我感觉是可能阮遮较会讲诶一个词，因为我出去就是伫台北遮拢无人听过即个词。林医师，你敢有听过恁病人有讲过即个词诶？得了，无呢，我无听过。哦，真诶哦，因为我第一届讲即个词诶时阵，阮翁嘛想讲你到底是咧讲啥？因为阮拢会讲你要去倒掠，就是一个，你是听伊就是北港人诶一个词。啊，过来即个就是林医师恁诶即个科，就是阮叫做小儿科，就是阮即个第二条，第二条变悬，啊，即个第五条变第三条。好，啊，最后就是 Q&A 诶时间，大家敢有啥物问题？因为我感觉已经超过时间啦，真歹势。但是阮有，就是婚礼节上，阮大家有2个简单诶问题想要请教医师。好，第一条是要过年，老大人安怎做会当保养身体？我感觉过年即阵啊，就是天气变化较大啦，有时啊就是寒流来啊，就常常变寒。啊，尤其是一寡心血管诶疾病，会常常举起来，像讲心脏诶问题啊、脑诶问题、脑血筋诶问题啊。所以就是当然天气咧变化诶时阵，就是爱穿较烧热咧，莫互咱身躯诶温度变化伤大，啊嘛爱较注意咱身体诶镜头，若是有啥物镜头常常出来诶时阵，莫叫是拢无安怎的，无去互医生看，安尼可能等到诶有法度治疗诶时机，可能就过去啊。对，这最重要。啊，敢有啥物食食是较会当帮助诶？食食其实我感觉是，就是为平常时一般啦嘛，无一定是即个时间特别爱安怎，但就是为平常时就是甜诶啦，伤油炒诶物件，这就是莫伤济，就是安尼较袂像讲血油伤悬啊，血糖伤悬，其实这就是上好诶保养。爱食运动，食叮当，因为人身躯愈无叮当，尤其是老大人，若是一直拢坐咧啊，是一种倒咧，筋肉伤久无叮当，就无力啊，无力就是一切真济疾病诶开始。多谢医师。啊，阁有第二题，就是你感觉讲婚姻人甲其他诶关系比起来，有啥物病情是比个特别悬呢？即部分吼，我感觉正常啦，有一点是肝炎，就是啥物 B 型啊、C 型诶肝炎，这真济。啊，可能甲尤其是一寡较偏远诶沿海地区，进前有一寡啥物插卡线啊，因就是咧注射诶时阵消毒无清气，啊，有一寡是因为甲毒品注射有关系。啊，毋过因为即马尤其是 C 型诶即种肝炎，伊治疗药啊真好，伊会当长根。所以即个问题就愈来愈无啊，但是有一个愈来愈严重诶问题，就是体重就是伤大箍。真诶婚姻诶比例是全台湾上悬诶。虽然讲台湾就是伫台湾内底婚姻可能毋是经济条件上好诶，毋是上趁钱诶，啊，毋过就是可能食诶物件营养是无品质无遐尼好，也是讲比例像讲啥物款诶食食，可能食拢是糖分诶较济啊，还是讲迄个碳水化合物伤济啊，蛋白质较少，像讲即款诶啊，毋管是囡仔是大人，听讲大人伤大箍诶比例已经超过60%啊。为体重过重开始，就是有真济骨肠病会对来，像讲啥物糖尿病啊、高血压啊、血油伤悬啊，就是所谓诶三高，这会愈来愈济啊，就是规世人若一直安尼落去，就是破病愈来愈济啦，就是心血管诶疾病啊、脑血管诶疾病，糖尿病，这有诶无诶拢会对来。
哇，多谢医师，我真正是真拢无想到讲，婚姻人竟然是，就是大考竟然是全台湾上严重的即个镜头。对好，，哇，多谢医师，嘛做多谢医师伫咧婚姻照顾阮遮，就是婚姻的相亲。好，安尼最后呢，我就是要邀请大家做伙来追踪阮的卖种页，大家当扫即个 QR code，若是有其他问题嘛会当去甲我讲。安尼，阮今仔日的分享就到遮。真多谢大家参加嘛，真多谢周玲的分享。大家再会。好，再会。再会。